欢迎回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顶一集呢，请到这个特疑吼来甲阮同齐来讲一寡台湾国军内底一寡较这算啥无公平还是凶险的命案。这是一寡制度所造成的吼，人甲人之间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啦。这集呢开始的部分，我就会先来问特疑讲，你敢知影？其实美国迄边的军队捌咧咱台湾遮替咱做教官啦，做训练。今年亲像听讲，咱这边的这个军队嘛有送去美国遐去接受因的训练，你敢有听过？基本上甲美国或者甲新加坡，咱拢有一寡迄款军队。迄款的教育顶头的迄款一寡交流，因为毕竟讲咱着爱不断的对外去学习，才知影讲，即马现代战争是安怎去进行，甲去做规模迄款的规划安尼。听讲即马拢用无人机对无？嘿对，迄款无人机会使大量的迄款减少一寡官兵的迄款伤亡。就是讲，若是第三届世界大战真正拍起来时阵，迄个状况是真恐怖。你看即马乌克兰迄边，你就知影讲，真正会变甲真恐怖。这变这真恐怖是即个国家甲国家之间的战争。咱国家内底呢，军队内底家己甲家己人咧相。咱讲这个是小欺负，还是霸凌，还是讲互相有这个为着因的官位也好啦，军阶也好啦，为着因的城市也好，吼，互相咧甲人咧斗争即款吼，尾啊特意着甲，敢是甲提出来有写小说着无？有写着这无？基本上我利用我第一部队5年迄款所见所闻，甲一寡经验，有甲写一寡算讲部队内底发生的一寡推理小说的故事伫内底。落伫迄款我新的册救惨的少数内底，有摕着迄款即个部分安尼。内底有咱家己人咧来斗无？即个部分我是提出几个迄款以前咱捌听过讲，伫外岛有一个连长，落迄款去摸一粒篮球，落安尼秀到对岸去，迄款去斗城。即个故事，即个以前发生过的代志，我嘛是甲伊写咧故事内底，只是讲变成一寡迄款人名甲一款故事的迄款情节安尼。甲一寡以前咱两方对峙的时阵，佮当咧紧张的时阵，常常咱拢会派一寡迄款侦察兵，落一般来讲所谓水鬼啊，会佮去互相伫迄款两方迄款精线，去人蒙笑。比如讲迄款的蒙笑是安怎？就是咱拢着爱暗时拢爱徛哨嘛，对，徛哨假如讲你即马徛哨的迄款兵哥，你也是迄款拄久啊，还是无徛哨伫遐困。比如讲人迄款水鬼啊，迄款蒙上换了后，伊身躯当然嘛是会炸一寡伊的迄款刀枪啊、武器啥。你既然遮无方便，我就知趁你咧困的时阵，甲你规个迄款连队，甲你规个迄款规个班。拢甲迄款所有迄款阿兵哥拢甲伊抬掉。哎哟，是真正甲抬掉，敢有发生过规个班去用抬掉的迄款？有早期是有，后来是讲两方较无遐紧张的情况下，迄款水鬼啊因咧受训了，伊嘛是会去互相去蒙哨。了比如讲因咯无像以前讲一定爱甲迄款人头挂来带转去，互迄款长官交代。因后来拢是挂一个耳孔，或者会讲后来较无遐迄款紧张的时阵，因拢是会款摕一寡咱台湾的迄款国军的罐头，罐头，对，摕罐头就叫是讲我是有咱有去到有来上话，有来迄款执行任务的。我会使用买的啊。你就爱讲到对方去了，你才买着。然后咱国军的迄款的警察兵，咱蒙去对方了，就着要想办法去摕着一包迄款大料粉，转来就算讲我有真正去
渗透到因的迄款对话的迄款的因的区域内底，才摕到即款物件。所以就变讲后来，变讲因若过来话咱就是提供咱国军的罐头，然后因迄款炸进去会使交差啦，算讲一款默契安尼是。那嘛是今年还是去年，毋是嘛有一个咱即边诶迄落少年啊，嘛是做兵啊，伊就受水受过对无？有，伊大概是想要模仿迄款正经迄款，我头拄讲过迄个连长迄款受水过去迄个方式啊。因为早期咱两岸伫紧张局势咧紧张诶时阵，差不多也是有因诶迄款开会人机过来，就咱拢会讲伊是投共反共意识，就再摕足侪钱互伊，共款诶，伫迄个时代，假如讲咱若有一寡兵哥，咱有一寡军人摕一寡武器去投降诶话，伫对方嘛有一寡足好诶迄款待遇。问题即马咱两岸已经毋是迄款用即款实接式诶迄款征战诶方式，所以基本上。对方嘛袂因为你个人的迄款原因，就真正是全盘接受讲你来迄款投降，对，所以后来我印象当中，迄个阿兵哥后来嘛是用遣返转来。就是你若是有看一寡迄落华文的作品啊，咧写小说写着即个金门啊，还有即个水鬼啊，伊就用迄落一个名词叫做抹脖子，对无？嘿。伊就是为暗棍遐个一刀来落安尼，敢若太鸡共款，一刀爱划过了，喷水了，喷水，喷鸡肉饭，鸡肉饭，会使迄个落往生去啊。你诶小说其实较无写着遮尔啊，即种国家甲国家紧张诶部分对无？是紧张是伊背景啦，其实你是较咧写讲。咧，即个紧张的背景之下，阿兵哥因的心境对无？因为你若讲牵涉到迄款国家对国家之间的迄个部分的迄款氛围，可能较像迄款的谍报小说的谍报啦、军武啦，我最主要是写讲我伫部队的迄款经历来写迄款逐个咧做兵的时阵的一寡所会拄着的一寡情况。较毋是讲像迄款诶，迄款叠对叠迄款谍报小说迄款故事情节。伊是讲希望讲就有迄款大家拢做过兵较侪迄款读者，伊可能会使看到这内底关于部队诶故事，想讲以前家咧部队搁咧菜鸟诶时阵安怎迄款互老鸟欺负安怎甲迄款部队诶长官安怎去迄款诶交往啥迄款一寡。趣味的代志希望讲迄款跩拢会使引起大家一寡回忆安尼。其实因为我无做过兵，我免疫。毋过有当时看迄个军武啊，看迄个谍报迄种小说是，对我来讲是有较艰苦啦。毋过最近其实有一寡作品啦，参像咱即边的啦，或者是韩国的啦、日本的啦，因拢有用着参像即个特异的小说是讲。伊诶背景、伊诶环境是军队，毋过伊讲故事诶即个内容其实是较轻松诶，参像迄个以信同行有无？伊就是内底其实是写甲军队诶迄个霸凌是其实有关系诶嘛。毋过咱咧看时阵，毋是直直看讲军队内底安怎，咱咧看讲伫阴间啊，佮有即个阎罗王啊，结果知影讲其实伊要。写的这主题其实是军队内底一寡问题安尼，这个纠缠的少数其实嘛是有即款，互我感觉啦看起来嘛有即款，这个，你若是无做过兵的若是对这个军队无讲介了解，毋过特意用其实是有淡薄轻松对无？看起来。较浅白的方式来介绍讲部队一寡生活作息，甲伊内底一寡该战的一款管理方式啊。其实像我即款无做兵的，拢看会到，其实大家嘛会当来看卖拄则特意嘛讲，若是做过兵的来看时阵，就甲你较早的这个回忆给交出来，你就会想讲对，咱就是安尼，或者是讲这个过了伤轻巧，我毋是安尼轻巧安尼。
啊，除了即本小说，其实你刷来继续的即个创作的计划，其实拢甲即个你咧做咧军队内底做辅导长诶有关系对无？因为基本上我家己创作的故事的方式，拢是来拢是家己的迄款经历，伊再较知影讲要去甲故事写会较完整。因为第一部队我有较长，差不多5年外的时间，所以我就希望讲甲即5年外时间的一寡一年一本安尼。可能爱写足久诶。希望讲会使甲一寡第一部队的见闻啥，会使好好啊，甲塑造成一寡迄款较趣味、较悬疑、较互逐个会使搁较观察、搁较关注迄款国军部队发展的一寡深刻的故事安尼。你后一本敢会使甲阮报讲，差不多可能是啥物款的方向安尼，还是讲共款是一个辅导长的心态、心境咧写呢？即摆就是已经开始有咧甲迄款辅导长的迄款故事，拢有迄款基本的迄款大纲，即摆开始咧甲迄款故事甲完整起来，即摆搁伫规划当中。所以是一个辅导长的宇宙就对啦。对，就是迄款另外一个宇宙伫诶。因为即个咧军队内底吼，无共我听人讲诶啦吼，讲你做无共款诶，即个位你看到诶军队诶风景，其实都无共款。是的，因为基本上你做一个阿兵哥，你就是过阿兵哥的生活。做军医因看的佫无共款，对无？你也是一个连长、一个排长、一个辅导长、一个营长，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职位，伊所爱管理的、伊所负担的一寡责任，拢无共款，所以自然看代志所发生的角度嘛，就是拢无共款安尼。你即摆写即本，佫有你已经出版的即本，敢有想讲要找人甲翕做电影，还是讲电视剧安尼？有真正嘛，甲一寡迄款制作人甲导演有讨论过。问题是这个着爱牵涉到迄款资金的迄款要安怎去找资源要安怎去找迄款要拍戏的迄款场所，这个有足侪咩咩角角爱搁详细讨论者。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听讲国军要甲因借一个所在要拍片，是毋是足麻烦呢？基本上早期伫迄款政府各个部门无迄款互相联系的迄款状况下，伊就是大拢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因为国防部伊所管理的一寡迄款部队甲军营，拢算讲是一款机敏的所在，所以就无遐方便讲互开放互大家去翕相去拍戏啥。然后真正有一个嘛是知名的迄款导演，就是无经过报备，就走咧船顶，开始讲要四界共翕相，然后来就代志互发现了，嘛是受着一寡迄款处分安尼。迄导演即摆敢是叫我关起来？毋过毋是因为即个案代志对无？对，伊是因为另外一个案安尼。大家知影就好啦，吼，莫讲名。毋过因为我咧看有咱迄是啥？台湾犯罪故事，伊就一拍就是嘛是咧搬迄国军内底，迄是江国庆对无？蒋国庆的案，伊就是伊敢若就是咧军营内底翕的对无？这个部分我无遐确定。问题我知影讲，另外有一部迄款的电影，新创电影，伊是伫一间废弃的学校改做迄款军营。因为早期咱其实就做迄款传统的迄款校园，迄款尤其国中国校迄款校园，其实伊的迄款建筑物的迄款的形式是甲迄款军营差不多的，伊拢是几落间，拢一模一样。在内底可能该放几张面床，放一个大通铺，就使甲迄款当做迄款军营来使用，来迄款迄款拍戏。其实这就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的学校较早有两个物件，咱细汉时阵都讲，都想讲，迄个物件就叫迄个名，咱都无想遐济。
啊，较大汉了，就是讲，那会叫迄个名，就是操场甲司令台。是安怎学校爱有操场，是安怎学校爱有司令台。咱的司令伫倒位？咱学校内底嘛无司令台，司令台创啊。尾来才知影讲，其实较早学校甲军队拢是绑做伙。啊，若是迄战争的时代，国民政府还咧中国迄边的时阵，有当时伊就甲迄个学生杀来。强迫伊做兵安尼，为学校内底开始掠兵安尼。其实咱的学校的体制，然后参像即个教官啦也好啦，司令台啦，吼操场啊，即个物件，其实拢是一个时代产物啊，一个过渡的一个产物啊，豆豆啊，甲即个物件做一个划分啦吼。啊，希望即个国防部嘛有咧听咱的节目，恁若是吼有迄个要军营无爱治吼，无爱用吼，莫甲拆，真正你着甲保护起来，啊甲维持起来，啊甲文化部需要参详一下，看会当做一个拍片的即个基地，对无？安尼尾啊后摆你着免也甲你借迄有诶无诶，着用即个即个所在，着会当拍即个军队内底故事啊。啊，当然，这部分我着爱看涉到因迄款的部门之间的款协调啊，愿意安尼先摕出来做使用，嘛才会使安尼。哎呀，因为我刚刚讲这是一个好办法啦，因为咱差不多咧，90年代朱元平导演伊就有拍就这迄款大头兵的故事，军教片。迄军教片，迄敢若就真正咧军营内底翕对无？啊，因为迄当阵所拍一寡军教片，大部分拢是对国军形象有正面的迄款宣传的迄款部分。请柯浩顺咧做班长，敢有正面？迄算娱乐的迄款的影片呢？哎呀，死老百姓活老百姓，嘿，我会记诶。哎呀，就是较早有即个合作啦，啊，就是讲甲即个国军的形象有甲做一个提升啊，大家知影讲迄内底有严肃的所在，啊嘛有因较深色的趣味的所在，兄弟啊同齐来拍拼的即个故事安尼。啊，其实现在因为咱即摆国防部长顾立雄，咱拄则搁咧研究讲，敢是中华民国头一个迄个文人的国防部长，结果毋是国民党时代都捌用过一款文人部长。啊，其实讲用文人部长的即个好处就是，拄则咧讲，你无共款的位。你是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位。你看待这个事件，看待这个军队内底时阵，你的角度无共款，你想的代志无共款，你咧做的这个方向，尾也就会无共款，对无？是因为早期拢会感觉讲，你也要做甲参谋总长，或者是做甲国防部长，你必须爱是按军人的基站慢慢。起来，有一个问，我替大家问，咱讲参谋总长就是后一任的国防部长，敢有影？早期来讲，因为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拢是迄款学长啊，甲学弟啊迄款的关系。无怪，拢是迄款伫部队内底拢是拍过面的，拢见过面的。而且因伫部队内底拢是有一定的迄款的人脉甲权力的，所以变讲伊今仔日徛这位，伊才有通好。互下骹迄款部属来甲你信任，来甲你迄款支持安尼。啊，即摆用文人就无较无即个。即部分就要看讲自2000年阿扁上任了后，伊开始大力推动讲部队国家化即款政策，部队不再毋过是迄款以前早期所谓国民党的党军，你是所有你是台湾。你是迄款中华民国的国军，来甲迄款早期迄款军阀的迄款无合理的迄款态度，慢慢甲伊改革过来。所以讲，咱咧看即个军队啊，军队相关的作品啊，佮有军中相关作品，一定会是会愈来愈活泼啦，会有愈来愈无共款的即个故事会当导出来。希望特意呢，伫后日，我希望是会当一本啦，我的希望啦。因为我毋捌做过兵的人咧看，拢看会到，表示讲你真正是写了有即个互人感动着，才会有法度安尼。
希望大家拢会让来斗咱斗支持讲台湾推理台湾推理作家协会这个理事长，今仔请理事长来替咱解剖一寡群众的故事啊，佮伊的小说甲伊的创作，非常感谢理事长。好，感谢咱的主持人甲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后一届呢，咱来看佮要找啥物案，甲大家继续来开讲。这是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咱后一届空中再会，拜拜。